今仔继续来看屏东乌昂床的生产柜热烈展开咯。今年大船入港，昨一天都有140尾乌昂床进港来拍卖，是今年单日上悬的数量。规个拍卖场拢是话卖声、戏话叫公滚。东港区议会总干事讲，今年到今所掠到的乌昂床已经高达672尾，也毋过量侪计数就落。即卖每公斤平均是500块至600块，这算俗哦。对消费者来讲，即卖食乌昂床的大餐，当着是。一道一道甲乌昂床料做沙西米，绵的口感，人客上爱食这味。伫咧屏东东港鱼市场内底，下早就真侪民众走来买，有人现场食，嘛有人想要包当去豆豆食。那一罐偌济？对哦，拄好那切一罐。即摆当时东港乌昂床柜今年真正是大丰收，看到拍卖鱼市内底乌昂床是卖价满是。即摆互拍卖市场是热烈喷喷，拍卖声音嘛介热烈。以为讲即摆猎的数量真正是有够多。昨日黑尾鱼的交易量是我们目前今年以来的最高数量，总共成交了140尾。那截至昨日为止，我们目前总共成交了672尾。嘛，因为猎鱼的数量多，价钱嘛对咧落价，大公斤平均伫咧500到600，所以讲即摆食乌昂床当着时，母亲节特别到会当带妈妈来到东港，食一顿青草的乌昂床料理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